过年真侪人拢会食菜头粿，望讲会当得一个好彩头。来看，伫咧台北市的迪化街，有一间对做粿工厂改造的餐厅，吸引到真侪人客去遐食菜头粿兼顿卡。即摆已经传到第3代的少年头家，是利用网络行销，希望老店的好滋味推广，予愈侪人知影。 过年要到啊！伫灶骹甲菜头粿蒸甲赤赤，芳讲，伊是粿行第2代的头家娘。当初因为打官身体无爽快，伊和店主场食头路的翁婿，转来接粿行。两翁仔某甲工厂做代志定时搬转来粿行，请员工照 SOP 来量产，大增加菜头粿出货量，品质嘛控制甲真稳定。咱第1代。 阿公阿嬷做的时阵吼，伊个烹料吼拢是用经验。毋过你安尼变讲吼，有当时啊，这较咸出啊，今仔因都较正一出啊，安尼。咱第2代做的时阵，咱个都用 SOP 化，偌济胡椒啦，吼，甲这定出来。 这间通更阁大间的店面，原本是粿行的工厂，即马变做少年家上喜意的拍卡餐厅，提供民众伫内底食的服务，互原本通常伫咧传统市场咧卖菜头粿，变做一盘高级的料理，而且阁运用网络电商吸引来自无同地区、无同年岁的人客来买。我是在那个网络上这画一句话到的，然后也有同学介绍我，然后我就直接过来。台南的朋友啊。 伊可能拢团购啊，今年团购袂赴啊。粿行伫咧疫情期间生意无好，拄啊好伫咧美国读册后生，因为疫情无法度转去美国，少年人开始想办法运用网络行销，甲工厂变做店面。原本因老爸是足反对的，无想讲会做甲遮尔成功。记者戴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